咱来吟圣诗26首，打阮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神帝，请起你念全首。我是上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因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下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帝。下地下再来审判我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公，做正面，欲配跟我永远的王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三角高速客运文，今仔日的客运文伫咧第8篇1009页。客运文伫咧第8篇1009页。我来客恁来念。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有点看哈。伊予我躲避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心的快乐。因为伊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排斥炎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天我的杯倒满出来。你的恩惠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我满心感谢俄罗斯。
手看顾阮的一切，软弱的你赐予阮勇气甲信心，会听你医治，你替阮无任何的条件，伫阮的生活当中，有时阮会来做毋对，会来犯错，阮要恳求你赦免，阮知影，若是毋知影所犯的罪，恳求圣神时时来提醒阮。无互阮陷落无好的试炼，互阮活出见证的生命。今仔日是中华大专事工主日，求主赐予王平生牧师，伊等下要分享的拢有主你的同在，嘛互听的人拢有好的领受。阮要祈祷。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中华大专事工主日，欢迎高雄大专中心主任王平生牧师前来本会讲道甲请安，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本主日召开8月份定期中执会，地点山会原定伫迄8月初7下午举办，要庆祝70周年，金婚。从地婚约感恩礼拜，考虑疫情共款严重，延到10月中阳敬老主日下午举办。欢迎还未报名的继续报名，愿主赐福。具体消息：彼事本会于海平长老、中主一律为弟兄，高子凡姐妹弄璋之喜，真恭喜，愿上帝赐福。第二点，儿童牧区第一小点，招募主日学老师，欢迎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吴思婷传道报名。第二小点，暑假儿童营会英雄 Game Start， 伫8月初9至8月12开办，对象对小学1年到原底的小学6年，费用1000块。地点伫咧敬拜中心，报名请请吴思婷传道。详细的资讯买当上 UQMO 粉专查询。第三点，合作社第一小点，青年创业贷款专案利率连续3%。11月初走进前夜到夜晚就要停止受理申请。社员消费性的低利率贷款15万。利息年利率3.6%。第三小点，社员在职军工教警贷款30万，利息年利率3.6%。11月3走进前查止。第四小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连续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的，也是要转贷的，请合作社洽询办理。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高雄爱秀会有伫8月初8到初9，伫中华电信训练所举办爱秀会，主题是复兴教会天职，费用2000块。原住民是半价优待，若咱教会的会友，咱有补助规定会当申请。欢迎兄弟伫今日以前办公室报名毋知会早起有头一遍来参加礼拜的来宾无？无来，咱就将时间交咱的司理。咱即摆来恭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迄列王记下4章第1节到第7节。列王记下4章第1节到第8节、第7节，我来读，恁来听。第1节，有一个妇人人是先知学生的某，叫伊丽莎讲：你的奴仆，我的丈夫已经死。你的奴仆平素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的。当祭主来要赐我2个囝做奴仆，伊丽莎问伊讲：我通甲你做啥物？你甲我讲，
你厝内有啥物？伊讲，你的女婢厝内剩一班油，以外拢无。123讲，你去啊，伫外面对你遐个厝边借器具，就是空的器具，毋通借，着入厝。关门，你甲你的囝踮内面添油，伫所有的器具停满的，着另外下。妇人人离开伊去，关门，伊甲伊的囝踮内面，囝早器具来互伊，伊就添油，遐个器具拢满。伊甲伊的囝讲，搁摕器具来互我。囝讲，要搁有器具啦，油就止。妇人人去甲上帝罗卜讲，伊讲，你去卖油来行祭。所剩的，你家己的囝通度我。愿上帝话祝福每一个人，即是俄乐。咱请上年圣歌队。
这是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供应一切所需要的主。咱来拍扑啊，欢迎王品生牧师。感谢主啊！吼，咱7月拢是咧关心咱高雄大专中心的这个大专事工。王品生牧师是甲伊的丈夫吼李志林牧师伫破坏教会牧会，但是伊也是担任咱高雄大专中心的主任，咧推动这个大专事工。所以这个事工也是咱中会一个真要紧的事工。所以逐年拢伫这个主日的时吼，会来讲道、请安、募款，望也切为着大专事工要紧的事工祈祷甲奉献。咱拍鼓欢迎伊吼。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通搁一遍享受上帝你互阮的恩典，互阮会通搁一遍来担着上帝你极大的疼。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阮的生活内底，哪来哪认捌上帝。因为主，阮知影，当阮哪认捌你的时，也就是愈认捌阮家己。当阮愈认捌阮家己的时，阮嘛愈认捌上帝。主啊，求你借着上帝你的话语，互阮搁一遍重新得到帮助，嘛互阮会通借着圣经内底的话语，互阮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上帝你极大的祝福。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阮安尼祈祷，拢是倚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所敬听的牧师，咱的中集，咱的正当工，大家平安。真感谢咱教会长久以来对高雄大专的关心甲奉献。咱知影，伫咱大高雄地区，咱高雄中会甲寿山中会，咱来联合来做即个大专生的事工。这真正是一件需要上帝的带领。需要上帝的保守的事工。咱知影，即马大学生伫目前有真侪的挑战，尤其咱即马知影少子化，所以互真侪学校咱若看到新闻报道，嘛知影讲即马有足侪大专院校拢拢收无学生，所以慢慢拢爱面临这个退场的机制。所以伫目前，咱感谢主，咱伫高雄学生中心伫做即个大学生的事工，咱目前伫16个大专院校有咱16个咱长老教会的团契，所以感谢主伫即个久长以来，若毋是咱正教会的牧者、中级咱的兄弟安尼支持、关心、奉献，咱真正互你做的事，有当时会拄着侪的困难。但是真正足感谢咱油松教会伫久长以来安尼真正。当年拢接纳互高雄大专中心来遮请安报告，嘛看见兄弟真正拢为着即个事工安尼大力支持所以真感谢咱众兄弟。有当时我拢甲遮个大学生讲，恁真正足幸福的，因为恁来高雄读册，进入团契，有足侪恁毋捌的人，安尼默默甲恁关心，为着恁祈祷，搁为着恁奉献。所以我拢甲遮个大学生讲恁真正爱很珍惜安尼的机会。所以伫即几年看见伫咱高雄学生中心的发展，虽然拄着困难，但是犹原上帝一步一步伫带领。尤其真正互咱去看见，虽然伫欠缺的内底，虽然伫困境的内底，但是上帝犹原。互阮去担着讲咱所信的主，真正是供应咱一切所需要的主。就亲像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所分享的，你敢有相信你所信的主是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主？检查伫咱的生活内底，有当时咱会拄着侪的挑战，拄着侪互你恶担当的代志。尤其咱知影即2-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毋知影咱在座的兄弟，恁有深深感受着讲，
哇，真正生活因为即个疫情，全部拢变甲无共款。有真侪人因为疫情经济受到影响，有真侪人因为即个疫情身躯受到影响。尤其咱知影即几个月，迄确诊人数虽然即摆看起来较缓和吼，但是前一阵仔你会感觉讲哇，啊若迄身躯边吼若听到的，啊就讲啊伊确诊啦，啊是伊若无来做礼拜，虽然咱拢无啥敢问，但是就知影讲啊伊若无来做礼拜，可能安怎？是毋是确诊吼？所以伊袂当出门。嘛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毋若工作，毋若身躯。阁有真侪方面拢受到影响。我相信，毋若咱个人受到影响、受到挑战，其实伫教会，咱嘛看见有真侪的挑战。因为疫情的关系，互咱做礼拜，无他像进前吼，哇，迄实体礼拜你想要来就来对无？吼，咱伫今年阁还好，阁会通恢复即个实体的礼拜。咱会记得伫旧年吼5月份开始。因为这个3级警戒，所以你想要来做礼拜，拢安怎啊？拢袂使你来呢？因为这政府甲咱规定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敬天兄弟，可能你有当时足歹想象讲，有一天竟然是因为这病毒疫情，互咱袂当来教会做礼拜。咱老一辈兄弟，可能你足歹去想象讲，有一天竟然是安尼。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我的爸爸吼足强调讲，咱逐礼拜就是爱来做礼拜，因为我的爸爸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伊对这个信仰吼就掠条这个信仰。所以当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的爸爸吼足袂适应的。尤其咱讲吼，因为疫情了后，拢有迄实体礼拜吼，嘛迄个线上礼拜。阮爸爸讲吼，平常时看 Good TV 是感觉足习惯的。但是吼，叫伊礼拜，伊本来是拢礼拜，就拢早起来，就爱穿了好准备要去教会做礼拜。啊，伊即摆讲吼，我即摆早起来坐伫电视面前，互伊感觉迄心情就是感觉怪怪啦吼。所以有足侪伫改变的。所以敬听兄弟，伫安尼的过程的内底，我相信咱的心情，咱侪的感受，咱侪的体验，咱拢检测有受到侪的影响，伫即个内底检测嘛，拄着侪的考验。但是感谢主，我相信，虽然大家拢拄着同款的困难，大家拢拄着同款的困境，但是咱甲别人无同款的是啥物？咱有上帝头倚靠嘛。虽然伫困难的内底，但是因为咱有信仰。咱有即个上帝，互咱诚做咱的气力，诚做咱的帮赞。所以安尼这2-3年，你家己回想起来，若毋是上帝的带领，若毋是上帝的保守，咱今仔日可能嘛无法度好好坐伫遮来感谢上帝，来唱歌、吟诗、学乐上帝。所以咱真正爱常常伫咱的信仰的内底，搁较认捌上帝，互咱知影伫困难、伫困境、伫挑战。只有倚靠上帝，才有法度诚做咱的帮赞，诚做咱的气力。所以今仔日我嘛要用《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甲第7节这段经文，要甲咱兄弟来分享，互咱会通虽然拄着困境，但是上帝要诚做咱的帮赞，互咱搁较有信心、有气力来面对。咱头前的路，所以这段经文要互咱搁一遍看见，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内底，逐工真实经历上帝的疼。我相信信仰毋是干那用讲的，是咱爱去经历上帝。所以毋望咱会通搁一遍借着这段经文，互咱看见，原来咱所信的主，原来咱所倚靠的主，真正是互咱。得到定心气力，就亲像咱今仔日所启用的启应文，咱圣歌队所吟的诗歌同款。真正上帝是咱的帮赞，伊是供应咱一切所需要的主。今仔日这段经文要互咱看见，
有一个负责人，伊伫生活内底拄着人生的困境，拄着即个代志，互伊的生活陷入困难。即个负责人，伊的先生是以利沙的学生。咱知影，先知以利沙，伊是敬虔听上帝。即个伊的学生嘛是敬畏上帝的一个人。所以咱知影，即个负责人因兜发生什么代志？咱若为圣经内底会通看见讲，伫今仔日的列王记下传第4章第1节，伊讲有一个负责人是先知的学生的某，伊来找以利沙。为什么伊来找以利沙？伊讲你的奴仆，我的丈夫已经死啊。所以咱知影讲，伊拄着什么困境？伊的先生过身去啊。咱知影，伊的先生过身，互伊的家庭陷入一个经济的困难。第一个拄着的就是经济的困难。咱安怎看见伊拄着经济的困难？因为伊来找以利沙，甲伊讲，即马祭主要来处我2个囝做奴仆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因兜吼可能一定欠人足侪钱的吼。所以当伊的先生过身了后，遮个祭主拢要来讨钱啊。想讲你的先生可能平常时是维持家庭的一个家庭的支柱，即马恁翁过身去啊，哇，惊讲吼这讨无钱，所以要来甲伊讨钱。咱就知影讲吼，因兜一定是迄种产甲什物拢无啊，所以只好安怎要爱因2个囝吼。甲伊带走来做工行遮的孝吼，所以今天遐这咱看见，咱要伫即个负责人的身上，咱要伫即段故事的身上，搁一遍互咱看见，圣经所记载的是又搁真的话，互咱会通伫咱的生活检测。虽然可能咱会拄着亲像以利沙即个负责人伊所拄着的困难。但是咱拄着的是，咱要安怎来面对？第一，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当即个负责人伊拄着困难的时，咱看伊第一个要做的是啥物？咱来看投影片吼。当伊拄着欠缺，当伊拄着伫生活内底恶担当的时，伊所做的是啥物？伊将欠缺带到上帝的面前。今天遐这，你伫生活内底，你家己想看卖？当你拄着有需要，当你拄着欠缺，当你拄着困境的时，你平常时拄着遮个代志，你第一个想法拢是啥物？有当时咱拢先烦恼着无？有当时你拢先家己操烦，家己先头仔想讲，哇，我会拄着安尼困难，安尼拄着，互我安尼伫工作拄着无顺遂。安尼，互我身躯拄着安尼的问题，有当时咱人吼真正足软弱的。虽然咱拢知影讲，咱爱倚靠上帝，咱爱求上帝帮助咱，但是有当时咱真正会去拄着代志，尤其是迄种意外，毋是你期待中发生的事咧，你心内就安怎，就乱糟糟。有当时就怎呢，拢袂记得要安怎处理，就先烦恼。有当时吼，我感觉咱有时拢加烦恼的啦吼，拢烦恼起来囥。但是有当时你叫伊莫烦恼，伊嘛是安怎？伊嘛是会烦恼嘛。所以咱看见这个负责人，我相信伊拄着即件家庭的困难的时，伊心内一定嘛有真济的艰苦心，有真济的操烦。但是咱要学习的是爱来学习这个负责人。伊是拄着代志、拄着困难的时，伊去找什么人？伊竟然去找以利沙，因为伊知影以利沙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呢。伊知影伊的先生平常时拢对着即个老师伫学习，转来嘛甲伊分享伊所听见的、伊所看见的。所以你看，当伊拄着困难，伊的先生过身啊。因兜已经产甲2个囝，拢要去互掠去做奴仆来行孝的时，伊马上安怎去找以利沙，互咱看见，这就是咱来学习的。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敢愿意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寻求上帝的帮助？
所以有欠缺的是，咱来学习的，毋通先烦恼起来去。你会发现吼，有当时你会愈烦恼愈安怎，愈艰苦心，愈烦恼重担愈大，对无？啊，愈烦恼，你迄心内甲你就感觉透袂开，迄肩胛头的重担，你就感觉愈来愈重。我有足侪万的兄弟吼，若拄着安尼，有当甲我讲，牧师，我拢感觉我的心肝头吼，哪有一块迄一粒石头，就是安怎，甲我缀咧，毋知你捌安尼无吼？所以咱为虾米就是爱来找求上帝？有当啊靠人吼，真正无法度安尼甲咱帮助，可能会甲咱安慰啦吼。但是有当时真正无法度去解决迄个真正的问题。所以你看即个富人人，伊知影爱将欠缺、困难带到上帝面前。咱拢知影，祈祷足重要的对无？咱无拢知影啊，咱若祈祷上帝会互咱智慧，上帝会帮助咱。但是有当时往往吼，就亲像我拄仔讲的，代志一拄着，拢袂记咧要祈祷啊。所以今天兄弟，祈祷毋是最后的方法呢，毋是你拄着代志拢先去找别人来解决，找方法，毋是先去找求外口的，毋是你找了，拢感觉啊，都无路用，无效，拢无法度帮助我。到最后吼，咱会听到足侪见证，拢安怎？真正最后走投无路的是安怎啊？想着讲哦，可能迄祈祷嘛真有效吼。所以咱会记哩，祈祷毋是最后的方法，是啥物？是上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你敢有安尼相信？你敢有相信讲，当我若来到主的面前祈祷的是，上帝至少互你的心会平静嘛，对无？就袂互你安尼黑白想。有当时咱吼一烦恼来，一操烦来，一焦虑一来黑白想，就安尼黑白去找求方法。毋是呢，至少你来祈祷，上帝至少互你的心会平静啊，互你会冷静，互你知影讲至少上帝会为着咱开路啊。所以，当咱若将这个需要、欠缺你的困难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上帝帮助咱，互咱至少互迄个真复杂的问题，会通借着上帝互你的智慧、开力、帮助，互这个足困难的代志变成做简单的代志。上帝伊会帮助咱。所以，今天兄弟，咱信主久久，咱嘛听道理。你敢真正对你的心内，你有相信凡事上帝拢你掌权吗？你若有安尼相信，你就知影讲，咱的一生的内底，其实早着上帝拢甲咱安怎保护咱，上帝拢带咱要经过咱所行的路径。你若有相信，你就知影讲，无论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上帝就是安怎，会甲你牵条条，伊袂主动甲你放开。所以，当咱若愿意，亲像这个富人人，祈祷、祈祷再祈祷，相信上帝的带领，上帝都有伊的准备啊。所以，伫我带这个大学生的过程。伫做这个大专生事工的过程的内底，嘛拄着困难呢，嘛拄着困境。尤其伫去年吼，我拄仔讲啊，因为3级警戒，所以有真济我本来拢爱去募款的教会，因为无法度做礼拜啊，所以我嘛无法度去签案报告嘛，无法度去募款嘛，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3个多月的时间对我来讲。我即摆咧回想起来吼，真正是上帝嘛，互我搁一遍来经验着信心的考验嘛。当即3个多月拢无法度去募款的时，讲实在的，我的心会烦恼无？其实会呢，因为当年的事工拢爱安尼进行，尤其伫大专的事工吼，伫咱高雄中会大专事工部，我一年吼，若安尼去募款，可能咱整教会安尼一年的时间，可能爱募100万。甲120万安尼，较有够额伫咱的事工的推动进行安尼吼，
所以伫旧年安尼3个月10几间的教会吼，哇，算的经费减一半。迄3个月吼，伫即个安尼一天一天咧过是，一个月一个月，因为咱知影迄疫情指挥中心吼，若你宣布要延期，伊拢毋是一届就甲你讲3个月对无？伊拢先甲你2礼拜、2礼拜、2礼拜，安尼甲你延对无？伫即个过程的内底，我心内吼，就开始会烦恼呢。当我咧烦恼的时，虽然我拢讲免烦恼对无？上帝就甲我提醒哦，上帝就甲我提醒讲，你毋是逐家去讲道，拢咧讲毋免烦恼，心爱平安，上帝会甲你准备。即摆真正拄着的时，你家己错淡仔烦恼。上帝，我咧读圣经祈祷的时候，才着阮足侪人咧分享，我讲，你是咧烦恼啥？你是咧烦恼啥？上帝咧甲我提醒了后，我心内才甲伊切一个呢。因为迄阵啊，迄种烦恼，你就知影讲，迄若是烦恼，你就会开始安怎？困袂好，对无？你若困，就会开始淡仔乌白想，做眠梦，会无？有当做噩梦，有当眠梦着。我常常眠梦着去募款无钱啦，也是去讲道吼，袂记咧早讲道片啦，无就是吼迟到。我迄阵拢定定眠梦着这吼。就讲这就是心理压力伤大啦吼。所以有当时吼，你伫安尼的过程的内底，真正嘛感谢上帝啦。我讲就是有经历着安尼，迄是你想要去募款，就无法度去募的时，上帝就甲我提醒，讲你既然若相信上帝的带领，你若知影即个事工是上帝伊所应允的，咱就是爱做大学生的事工，你有啥物好烦恼的？所以我的心真正是安尼，就1个月、2个月、3个月吼，经过了后，我感觉，互我得到上大的帮助，是互我的心安怎平静啊？人讲平静安稳对无？咱伫圣经定定咧讲，你若信靠上帝，上帝要互你一个应允，就是赏赐你10分的平安，是毋是？你有10分的平安无？什么是10分的平安？就是你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相信上帝要互你迄满满的平安，要互你啦。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我看见真正上帝伫掌权。虽然伫旧年募款无遐多像进前有够额的金额，但是咧，上帝有缘保守。互阮伫旧年的事工，拢会通顺利来进行。尤其到年底吼，我拢爱开会嘛吼，拢爱过价，拢会报告讲今年安怎，迄钱收了有够无吼？感谢主呢，甲旧年伫过价伫报告的时讲感谢主，虽然募款无遐尔啊济，但是有缘安怎，阁有存钱呢？为什么会存钱？你知无？嘛因为疫情无法度办活动嘛。对无？本来3个月，本来阮的暑假足侪活动的好结果因为疫情，全部拢安怎？停止举办。若无办活动，就免开钱嘛。所以虽然募较少，但是嘛因为这个活动拢停止。所以有当时我安尼回想起来讲我拢加烦恼的啦。家己加烦恼，加家己食袂落，困袂去，对无？所以敬听兄弟。你若转去了吼，你就甲上帝讲主啊，我虽然有足侪困难，有足侪欠缺，有足侪困境，我拢交托互上帝啊啦。你若安尼真正完全交托，我甲你保证，你就开始会食会落，困会去你若食会落，困会去，你的身体就安怎？就会健康呢。就袂逐工安尼遐疼。有当时人讲，迄拢是心理的、心内的病啦心内伤侪操烦，才影响你身躯的健康。所以人讲你着爱，人讲喜乐的心就是啥物？就是良药，就是上好的药啊！你逐工着爱保持你的心情爱欢欢喜喜。有当时你就是拢烦恼伤侪，拢欢喜袂起来。
啊，看到啥物代志，就拢感觉看袂顺眼，对无？啊，心情就愈郁卒。所以，今天兄弟，你看这个妇人人，伊拄着家庭遮尔大的困境啊，你看伊就紧诶，将伊的欠缺带到上帝面前。当伊带到上帝面前，咱看以利沙安怎来帮赞伊啊？当伊来到以利沙的厝的时，以利沙甲伊问，伊讲：我通甲你做啥物啊？伊讲：我通甲你做啥物？你甲我讲。你厝内有啥物？你厝内有啥物？敬听兄弟，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咱要看见以利沙，伊伫问即个妇人人的过程的内底，伊安怎来帮助伊？伊第一是帮助啥？要互伊的观念、思想、想法改变。伊安怎甲伊改变？你知无？即个以利沙，伊是甲伊问安怎？你厝内有啥物？伊毋是甲伊问讲，啊，恁兜欠啥物？你即摆需要啥物？以咱平常咱的想法，若有一个人有需要来问你，通常咱拢会甲问啥物？啊，无你需要啥物？你甲我讲对无？啊，人来甲你借钱，啊，你可能讲啊，无你需要偌济钱？你甲我讲，咱拢是针对伊的欠缺，针对伊的需要，你甲伊讲是毋是？但是你看哦，即个以利沙。伊毋是甲伊讲，啊，你欠啥物？伊反倒转是甲伊问讲，你厝内有啥物啊？为什么安尼甲伊问？伊要改变即个妇人人，伊可能会感觉讲，阮兜啊，反正啥物拢无啊嘛。有当时咱嘛安尼嘛，你愈无的时阵，你的心内你就会感觉你足可怜的，我就是啥物拢无，对无？所以。以利沙伊用问的问题，要互妇人人伊观念、想法改变。伊甲伊问你有啥物？我相信吼，今仔日若以利沙甲伊问讲，啊，你欠啥物？你需要啥物？即个妇人人可能讲3天3暝拢讲袂了，对无？因为因兜真正啥物拢无啊。哦，伊当逐项拢讲嘛，因为啥物拢无嘛。惨2个囝拢要互掠去做萝卜，你就知因兜有偌惨。所以，伫遮咱要看见，有当时伫咱欠缺的困境的内底，咱拢想要突破，咱拢想要改变，对无？有当时伫无钱的时，哦，咱就想尽办法讲，我就是要来趁钱。伫困境的内底，当然你会想少济方法，但是有当时你要突破的时，你要突破这个困境，毋是干那直直看见你无的。要突破，要改变，一个真重要的就是，毋通直直看你无的啊！因为你若直直看见你无的物件，你的心智会搁较劳苦，你的心会搁较背薄，搁较艰苦心。有当时咱就是安尼，咱人真正足乱就足软正的吼。为什么拢常常感觉家己拢无？咱拢常常干那看家己无的，啊看别人有的，拢欣赏别人有的，对无？有当咱人就是安尼，拢干那直直看见别人哪拢遮尔好，哪拢遮好过，哪个厝阮住甲遮水着，啊拢看见别人有的，为什么？就是咱拢有比较的心啦，比较有无？有当咱拢比较，啊比来比去，当你若直直比，甲别人比，甲别人比。但是你伫比较的过程的内底，你拢直直看到家己无的时，你的心就会渐渐失去喜乐。因为咱知影讲，你若比来比去，直直比吼，那有一句俗话，咱常常拢知影讲，人比人安怎？气死人，对无？最后气死什么人？对，气死家己尔。所以有当时咱就是安尼，常常干那看见别人有诶，啊你拢袂记你，其实你家己嘛有足济呢。因为你拢用比较的心去看见别人有诶，看见别人无诶。我相信咱有当时伫咱诶生活内底吼，咱嘛拢安尼体验。吼，尤其人讲诶翁仔某啊，吼嘛是安尼。我伫教会内底嘛是吼，有当时阮教会诶姊妹就甲我讲，牧师啊。
我感觉阮翁吼拢无够体贴。你看迄个人某某兄弟，吼，人迄有够体贴的。人个吼转来就甲因太太斗洗碗、斗洗衫，啊，阮翁转来就干那淡仔等食饭、看手机，吼，规北火有无？啊，就拢直直感觉别人的翁上好，吼。啊，阮教会嘛有兄弟，嘛会甲我讲牧师，我感觉你看，阮太太有够歹的，拢无温柔。你看人迄别个迄什物姊妹，好讲话偌轻声细碎的呢，哦，足温柔的。啊，就拢看见家己无好的啦吼。啊，我就会甲伊讲吼，我就讲，啊，你即摆拢共讲假呢？啊，无你当初为什物要甲伊结婚啊？吼，啊，就互伊就会想，啊，就慢慢来甲伊开讲安尼啦吼。所以，我就甲讲，我讲，啊，你当初会甲人结婚，你嘛是因为伊有足侪优点的嘛，对无？你毋才会想要甲伊结婚。有当婚姻就是安尼，一开始吼拢甜蜜蜜，啊，结婚差不多5年、10年、20年，我就感觉安怎？一开始拢相看两不厌，对无？啊，甲之后拢安怎？哦，恁拢有经验，越看越讨厌，对无？为什么？因为当初伊的优点，你拢人其实优点无伊哦。但是你拢敢若看到伊的缺点，直直甲放大，直直甲放大，直直甲放大，对无？啊，愈放大你就安怎？越生气。吼，我来嫁到这个翁啊，当初我就是目睭安怎？大家拢知对无？哪会安尼？所以警察下，这是咱来改变的啦吼。然后咱伫教会内底，就是。咱为什么较有智慧？因为咱有上帝的话咧帮助咱嘛。所以咱来学习，亲像以利沙甲这个妇人人问的：啊，你有的是啥物？上帝互你有的，我相信吼。你若好好啊去孝顺上帝伫你身上的恩典，你会发觉讲：哇，哪会遮尔啊济啊？所以。这个以利沙，伊毋是甲伊问讲你欠啥物，伊是要互这个妇人人，互伊知影，你毋是啥物拢无，所以伊甲伊问你有啥物的事，伊就袂去想伊所欠的，伊就开始去想讲啊，阮兜有啥物啊？互伊安尼想的是，因兜有物件无？有啥物？阁有一班油啦，阁有一班油。所以，警察兄弟互咱学习的，当你若愿意开始去孝顺你家己即马上帝互你遮的恩典、互你的资源的时，你就会发现，可能是少少，但是当你愿意用感谢的心来领受，用感谢的心来感谢上帝的时，你会发觉，上帝要透过伊迄个奇妙丰盛的祝福，互你经历到。原来哇，上帝的赏赐是丰富阁有剩的啊！所以咱今仔日转去了后，咱拢有小组嘛，对无吼？你转去好好啊做一个功课吼。你转去用一张纸，甲你上帝互你遮的恩典，互你遮的有的物件，你想你有的就好，你莫去想你无的哦，吼，你要想你有的，甲伊写落来吼，你甲伊写落来。我相信，当你安尼一工写5项就好，吼，你咧灵修祈祷的时，你就想讲啊，上帝有互你啥物？当你愈想愈写的时，你会发觉讲哇，你毋是无呢，其实你是足济上帝已经互你的恩典，只是你无去安怎，你无去感谢，你无去好好啊想，因为你拢干那去看见你无的物件。所以我相信，当你若愿意安尼去做的时，你会发现讲，哇，原来你家己所拥有的是遐尼啊侪恩典啊！当你的心态改变的时，我相信，伫你的生活内底，你要经历到一个极大的突破。
来咱要来看，当先知安尼甲伊问了后，过来先知甲伊讲，伊讲吼，我敢若剩一班油啦，以外拢无，吼，所以伊丽莎甲伊讲好，来，过来，你去外口，去外面对你遐厝边来照器具，爱照空的哦，而且咧，毋通照少的器具，表示爱照安怎？照较济咧，尽量去照。第三个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当伊丽莎伊要互妇人人当伊观念改变、想法改变了后，搁来安怎？爱有行动啦，爱有行动。有当时啊，咱就是拢听伤济，听足济，知影足济，但是咧，你就是欠行动。哦，我相信咱足济拢欠行动。传福音嘛是共款，伫咱生活的生活嘛是安尼。有当你就是拢听知影讲，哦，这牧师拢讲安尼足对的呢，就是安尼。但是你转去了后，就安怎？都袂记哩啊！你嘛无去行动，你嘛无去实行，你嘛无去做，啊，就等后礼拜过来听一篇讲道安尼吼，啊，就逐礼拜，所以你的生活拢袂改变嘛。所以你看即个伊丽莎，伊甲妇人人甲伊讲了后，就甲伊讲好，你即摆去，爱去有行动，爱有信心的行动，爱去做啥物？去共照器具嘛，啊，去厝边啊照器具，伊。首先爱做，爱去人叩门无？爱一间一间去叩呢。当伊叩门的时，上帝爱伊学习的是安怎？你爱主动去叩门。当你叩的时，你就知影讲啊，原来上帝拢准备好啊啦。当你愿意的时，上帝拢为着你备办好啊。尤其这个妇人人去照器具、去叩门的时，这嘛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呢。因为伊毋知影去叩了后是照有啊照无对无？有当时咱嘛是安尼嘛，我去叩到底是照有啊照无？人敢会照我？而且呢，伊若去叩门的时，有当时迄若叫咱主动去叩门，你心内安怎？你可能有。民主的问题对无？你心内会挣扎咯。哎哟，我若去共叩门，人就会问讲：为什么你要照这个物件？啊，你照物件，你就爱主动讲出你的什么？你的困难、你的需要、你的软弱。有当时咱人就是安尼吼，会感觉足歹势、足见笑的。但是有阵仔。这就是先知伊丽莎要互妇人人，当伊去爱做这件代志的时，就是要互伊凭着信心去经历上帝要伫伊身上奇妙的作为。当伊愿意去做的时，妇人人伊就是相信嘛，伊就是相信伊毋才去做这件代志，因为伊知影。我若去做的时，伊丽莎甲我讲，我就是去做。伊相信伊丽莎会帮助伊，上帝会帮助伊。所以有信心的行动，咱知影讲，信心是咱一生爱学习的功课。信心就是虽然你毋知影头前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安怎？你犹原相信上帝会带领。所以敬听兄弟，你有安尼的相信无？你若知影这是清楚上帝爱你去做的。你若明白这是圣经内底爱咱去经验的，你就要安怎有信心、勇敢去经历上帝的带领。所以当伊丽莎甲妇人人讲，你去，紧来去照器具，你看伊就带伊两个囝，一间一间安怎去弄门、去叩门。尤其伊丽莎甲讲，毋通照。表示你爱靠较济间的对无？去弄门弄较济间的。有阵仔咱人就是安尼，有阵仔就应付无？好啦，啊无就去一两间就好，靠的哦，紧来转来，安尼就好。所以伊丽莎知影，这就是你爱突破嘛。其实有当时咱人安尼经验吼，
一两个、两三个，尤其传统音一两个、两三个，一开始拢较歹势尔。哦，你若差不多有10个、20个、30个，你着安怎？感觉足自然的吼。所以就是一开始较困难尔。但是你看这个富人人，至少伊愿意踏出第一步啦。有阵仔咱就是永远踏袂出第一步，所以拢伫原地安怎？淡仔直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淡仔直直安尼，永远就是直接踅，你拢无法度往前，你拢直接直踅安尼吼。所以第三个就是有信心、行动、主动去做。搁来，咱来看第四个要甲大家兄弟分享的，照起句哇，照转来啊，对无？好，即马转来因兜开始添油，入厝关门，伫厝内底。即个妇人人甲伊的囝伫内底添油，伊2、3个讲，你着添，甲伊添，啊添满的着另外下安尼吼。咱看，当伊安尼做即个动作的时，甲第6站，伊着安尼添，安尼添，添甲第6站，伊讲遐个器具拢满。妇人人甲伊的囝讲，你搁摕器具来互我，伊囝甲伊讲安怎？无搁有器具啊，油就止啊。叫听下子，你看第6站。搁摕器具来互我，伊的囝讲无搁有器具啊，油就止啊。伫经文内底，咱看见是啥物物件先无？器具先无，还是油先无？器具先无啊，对无？所以伫遮咱看见啥物？是器具先无，油才止的。油就亲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疼。上帝伊对咱丰盛的祝福，器具就亲像咱每一个人，咱拢是上帝的器具，是毋是？所以有当时伫咱生命内底有侪的问题，侪咱来突破的，咱来想看卖，咱来为这个经文内底来看，有当真侪问题，毋是上帝的疼无够，毋是上帝恩典无够，是咱人这个器具，咱信心无够，所以咱无法度承接上帝要互咱安怎天佑这恩典满满的恩典。咱常常拢知影讲，当咱若听上帝的话，当咱若顺服的时，上帝伊是要开天顶的窗安怎变福气互你的呢？但是为什么咱看见犹原有遮尔济的困难问题？有当咱真正爱想看卖咱本身的问题，人即个器具的问题。所以咱咧学习的是安怎？你要安怎互你家己？人讲即个深度、宽度，即个容量会通安怎？愈来愈深、愈宽、愈大。所以有当时伫咱的生命内底，咱若拢相信上帝伊帮助咱，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伊要使用的器具，对无？咱常常拢甲上帝讲：主啊，求你，互我会通成做你合用的器具，是毋是？每一个合用的器具拢无共款。上帝会照咱每一个人，上帝伊会安尼甲咱立做伊上适合合用的器具。所以伫你的生命，伫咱人的生命一生的内底，上帝安尼甲你立，你立的过程的内底，可能你会足艰苦，你会足疼。但是当你若相信上帝的掌权，你若相信上帝，伊就是要甲你立，到有一天伊要变福气、变恩典互你的时，你会通安怎？完全来承受，有足好的无？足好的呢。但是有当时就是足侪人伫这个过程的内底去互立、去互加、去互磨的时阵，去互烧着无？迄灰啊，拢爱入去烧，足疼、足艰苦的时，有人就安怎？就走去啊，就跋倒啊，就灰心啊。
所以伫遮咱要看见，上帝恩典是袂停止的，但是咱人你若无愿意承担，你若无愿意接受，你就会知影，上帝由世事直直要互你，直直要互你，直直要互你，但是咱承接袂起来。所以咱来求主拍开咱的深度、看度，互咱即个器具会通安怎？真正有一天会通合上帝的心意，互上帝来使用。所以，敬听兄弟，透过这段的经文，咱看见，这个负责人虽然伫生活、伫人生的阶段内底拄着遮尔大的困难，但是当伊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上帝予伊丰盛的恩典，就亲像第7节所讲的，负责人去甲上帝的奴仆讲遮的拢地满，伊23甲伊讲，你去卖油来行祭物，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活。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对无？行祭物有够了，所剩的伊甲伊的囝阁会通生活呢。这就是伫咱的生活内底，咱要逐天甲上帝求的，咱嘛要担着这个负责人伊的恩典啊。所以，敬听兄弟，只要你愿意相信，你所信的主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为。咱所信的主会将欠缺变成做富足，互咱伫软弱的内底，互咱会通变成做刚强。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咱拢会通经历到突破的恩典，互咱伫咱逐天的生活内底，你拢知影讲，咱所信的主真正是供应咱一切所需要的主。所以愿咱拢会通担着安尼的恩典。嘛，搁一遍甲大家说多谢。我相信伫大专的事工的内底，我嘛是一直的经验。上帝真正是供应大专的事工一切所需要的主，所以嘛，毋茫会通借着大专的请安报告，互正兄弟会通搁一遍知影，伫遮个大学生的事工的内底，阮看见，当咱若伫即个事工，伊来读册的时，遮个大专生来读4年、5年、6年，有当读医学院的读较久吼，伊来通伫即安尼几年的内底。有信仰的造就，有陪伴。我相信这个大学生伫这几年的内底，因会看见上帝真正伫因生命内底的转变。所以我看到足侪大学生，因毕业了后，转去真做教会的祝福，伫社会顶面嘛真做一个上帝所动用的器具。所以毋茫咱兄弟伫今仔日的周报内底有这特刊吼，咱若转去有时间吼，会通来看这个特刊。这特刊内底就是你会看见有这宴会吼，这个活动，这个学生因所写的感想心得，嘛借着安尼，互咱会通搁较知影大专内底伫办的活动事工。伫最后遮吼，有咱所有16间学校的团契，咱若有熟悉的囡仔伫高雄读册吼，咱嘛会通。甲伊介绍互阮会通以即个信仰的顶面，也是伫陪伴的顶面，会通来帮助因。伫咱的周报内底，嘛奉献地啊，愿上帝感动咱兄弟。虽然这个学生可能咱拢毋捌，但是借着恁的奉献，上帝要透过上帝奇妙的祝福，将恁所奉献的，成做千倍万倍的祝福。最后，咱要来看一个影片，就是大专中心的影片，互咱会通搁较对大专中心所办的事工，搁遮的学生，咱拢会通搁一遍来熟悉安尼。
一遍甲大家说多谢，真正是高雄大专，谢谢大家。若毋是咱安尼正兄姐恁的关心、支持甲奉献，真正有当时啊，靠咱家己真正无法度去做足侪代志。感谢上帝恩典，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遮尔啊疼阮，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福分来享受上帝你极大的疼。主啊，求你祝福阮正兄姐，互阮伫阮的生活内底，互阮伫阮的生命内底，阮会通逐工经历着上帝。你是供应迄一切所需要的主，求主你牵阮每一位兄姐的手，互阮伫阮逐工的生活内底有信心、有气力来迈往阮头前的路。搁一遍将阮所有的兄姐拢交托伫上帝你的手，求主施恩祝福伫阮的顶面。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诗，请记得吟全首。是。
为了台专的工作者、台专的事工，咱伫你的生活中间为带到。请咱起立念奉献的诗。创造救赎咱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你使阮丰盛、福杯满溢，拢无欠缺。阮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快乐。若毋是你的看顾甲保护，哪有阮现在的平安甲幸福？阮愿意按家己的心意奉献，做事工的路用，得主欢喜。也求你继续祝福中华大专事工所有的一切，拢无欠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顺顺名求，阿门。祝福齐恳。祝祷，请王牧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闭会。